捷运后夜站一个40多岁查某人伫车内大细声，警方发现伊情绪无稳定，随甲请落车，莫误着别人的时间。新竹江南乡有民众发现46只互人放杀的兔仔，其中一只已经死去，动保署是依法甲这个主人送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30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英。好，即马受到这中国军演的影响，交通部呢是预计今仔日一直到暗时6点的时阵，咱国际线这航班呢是隆重的影响超过10万人。若国内线的部分呢，金门是来取消68座的航班，马祖是16座，隆重是影响6000人。中国军演毋但伫军事方面真紧张，航班的运作也受到冲击。民航局指出，中国临时发布飞航公告，拜二早起8点到暗时6点，伫台北飞航经保区设7大临时危险区，限制的关度自地表到无极限，真侪条航路拢受到阻挡。预计国际线超过10万的旅客受到影响，国内金门、马祖航班大取消，差不多6000人行程需要调整。我们连续出动多型战机，高强度、成体系为台岛周边实施空中迫切进兵。勇士放出来的画面当中，中国真侪架军机伫南挺咧准备，了后伫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民航局表示，航管单位会看演习的实际状况，启动流量的管制。国内金门、马祖因为航路完全受到阻挡，已经协调航空公司伫演习结束了后，以加班机营运，包括立营、华信、马祖航线拜二全部取消。金门航线是伫暗时6点进前拢停飞。针对军演带来影响，外媒路透社也伫街仔头访问台湾民众的感受。就像他们讲，他留岛不留人，他们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面子，把台湾化成为他们自己国家的一部分。但是台湾人不这么认为啊，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完全海峡两岸互不隶属。小港机场也提醒，国际线部分目前正常，不过航班离开到位的时间也是可能受到影响。呼吁旅客在出发之前要注意航空公司的公告，掌握上新的资讯。交通部强调，中国伫1天以来家己发布公告，已经严重违反着国际规范甲飞行的惯例，而且这么大规模干扰国际航路、区域空域的使用，唔插飞安甲民众的权益，严格谴责这款粗残起无空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昨下晡呢，伫高雄捷运后夜迄站呢，是有一个40多岁的查某人，安尼无代无志伫车内大细声，而且伊阁饲这车顶的紧急电话，讲要叫警察来，爱捷运是袂当驶。这警方到场处理的时阵呢，发现这个查某人伊情绪无介稳定，是定定来抓代志的乌名单，所以随甲请落车，莫去误着别人的时间。这辈子我要13岁，没有侵犯过任何人隐私。日到下晡，伫高雄捷运的后夜站，这名负责人伫车厢内底无代无志开始匹配叫，连面对边仔人叽叽嘟嘟一直骂，连面讲要叫警察爱捷运袂当驶，边仔乘客看办事唔对，拢闪甲离离。因为进前台北的攻击事件，互大家对公共运输的安全拢真敏感。警方接到通报，也早盾牌到场处理，发现负责人是定拄惹代志的乌名单，先安大伊的情绪，请伊落车。整台列车200多人。一件事情耽误你3分钟，还有下一班。该名旅客并未提出报案或医疗需求，警方已告知相关权利，并陪同其搭乘至高雄车站出站。因为这件事件嘛，地属搁一列车慢1分钟，加载无出大代志。不过，因应跨年暗过安全维护，高雄市警方日到暗时再次针对捷运站表演舞台、百货公司3大场所发生攻击事件来进行实际演练。市长陈其迈强调，捷运站是安全维护的重点，包括人员疏散、歹徒的查测、甲救护站等等，拢爱具即时的应变能力，保障民众的安全。移到捷运站来做演练是因应更多的这种不同复合的这种状况来做更复杂的一种因应的一些实兵演练。陈其迈表示，这个跨年暗过维安级数全面提升，若有加派警力提高警警率，也要求即时通报。到时2场跨年暗过会出动将近1600名警力，陪伴民众平安迎接新年的来到。记者柯家族顾朝阳高雄采访报道。另外，这台南的跨年暗会呢，还未开始，现场就已经有一寡来咧占位的民众啊。市政府是暗算讲，这今年来的人数呢，有可能是比去年25万人还阁较济。不过呢，因为北部才拄发生这随机杀人的案件，这回台南市警方呢是增加1.7倍，特别模拟演练，为的是让民众会当安心来迎接新的一年。
大型舞台已经搭好，活动要要开始，现场已经有民众在占位，有人抓帮顶管车、卖刷叮当，有人规去大布棚，甚至有人一透早专工落南，就是要抢好位参与介意的歌手做伙伫台南跨年。那去年台南的活动剩25万人来，市府按算今年的人会阁增加。不过最近北部发生随机杀人的案件，市府这回跨年禁止民众带大型的行李箱、踮影卡架、长腿来，专门提升维安规格。要来抢前面的位置，这样子比较看得到喜欢的团这样。我也还是有，但是就是也还好，因为现在政府啊，什么警察也都做相关的措施。最近办活动现场都有准备很多的警力，所以其实还蛮安心的。还是会注意一下身边周遭的有没有异常的行为或异常的动作。为了疏散应应意外，市府预告办大型维安实定演练，保警嫌犯伫现场等演舞团制作紧张，警方马上围过去，由特殊任务警察摕咸椒水甲电锹，甲人压掉咧。参救护伤患等应变能力演练，警方强调今年跨年暗会维安警力平往年加1.7倍。除加强活动周边交通疏导外，针对会场实施征收与安全检查作业。并增设远端监视设备署组，及时监控预防，成立分区指挥应变编组。我们执法人员也知道说，第一时间要如何因应，如何定位这个滋事者，如何能够以强力、优势的警力，能够马上把这个意外化解掉，然后让这个市民的安全能够得到确保。北部乌白太人的事件，到大民众也是心惊惊。大型活动既然无法度避免，主办单位就要规划完整安全配合，让各局处了解安怎应变。市府讲，跨年是一件欢喜的代志，大家嘛爱提宽警觉，希望大家会当安全参加，平安回去，共同迎接新的一档的开始。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伫新竹县的江南乡这站呢，是有民众伫草埔去发现46只互人放杀的兔仔，也因为这昨晚呢，这天气是真冷，所以这兔仔呢，其实伊本地就真惊寒。动保团体伫咧发现因的时阵，已经有一只死去啊。经过追查，这兔仔的主人呢，是有出面来回实的，也那动保所嘛依法甲这个主人送办。全身躯白毛加上圆圆的目睭，兔仔看到真古锥。新竹昨日暗有民众伫江南乡路边的草埔啊，发现真侪只兔仔四界走。动保团体到现场了，拢总发现46只兔仔，其中一只哪像因为天气收冷已经死亡。那天是天气非常的冷，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志工啊加民众大概有7、8个人都协助去救援。当天的气温非常的低。所以我们呢有拿着就是所有的一些工具器具啊、照明设备啊，就马上去做救援这样子。现场总共寻获有46只，有1只是已经是冻死的状况之下。代志逼出来了，兔仔主人出面自首，讲是因为兔仔甲后生的手指头啊夹着伤，伊一个生气，才会甲兔仔拢掠去草埔啊放杀，伊把出面回事咧。做了一个很不好的示范，也很抱歉，也非常希望那个社会大众能够谅解我的错误的示范。若新竹动保所指出，虽然按照动保法，除了依法罚3万至15万以外，也会甲主人送办。为人这样子已经构成违反动物保护法第5条第3项，弃养动物，那我们会开处罚款3到15万的罚款进行处分，这样，然后。饲主他可能也会，我们把它列入那个饲养的黑名单，终身就不能饲养应该登记的动物。动保所表示，目前45只兔仔经过检查了，身体拢算勇健，后续会开放民众领养，也呼吁大家千万袂当放杀宠物，才袂违法。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也那伫嘉义市东区的准头里这站呢，是有民众去翕到这高山啊出现伫社区内底。市政府虽派人要去甲了，也毋过呢，煞互这高山啊走去啊。在地民众讲，其实这已经毋是第一届看到。也那市政府也呼吁民众看到这高山啊的时阵，千万毋通甲饲，嘛莫家己甲赶，着爱紧通报，互专人来甲处理。民众翕到高山啊伫树仔顶面，这是嘉义市东区的准头里。29号有民众看到3只高山仔雄雄出现伫社区内，其中1只狗毋若爬去伫电火条，搁坐伫人家厝仔外口的铁厝，画面放伫地方网络社群平台，嘛引起地方居民的讨论。我袂走，我袂干，我袂摕，我袂食。终于
沙发迄个大楼建中心层楼尾顶嘛去哩。你啊，离迄个跳落来啊，啊，搁跳去，后尾也走喺大楼足紧的。家己市政府才着通报，赶紧派人去到现场要来抓。不过高山仔的动作真紧，所以嘛无法度来抓到。市政府就呼吁民众，若是有看到高山仔，唔通饲物件好食，嘛唔通上网要甲抓，爱赶紧通报相关单位。民众如果遇到猕猴的话，一定要遵守3不原则：不喂食、不接触、不驱赶。那避免猕猴因为受到惊吓而产生攻击的行为，进入到民宅。里长表示，准头里在的所在，甲嘉义县竹桥湾桥的山谷有相接，所以高山仔可能是为遐走礼拜市区的。去年已经有过一届，今年又搁出现，就惊高山仔愈来愈晚进人家厝来找食的，接下来会继续注意，嘛会提醒里面爱提高警觉。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另外来看，这场发生在今年2月的台中成功3月的起步案，是拢总造成5个人死亡，也有真侪人受伤。台中地检署是认定讲，就是施工的时阵无细腻，毋但是无相关雅数，而且呢，伫施工的时阵，佮甲这钢线揪破去。专案即马是照涉犯过失致死、过失伤害，也佮有职安法定罪嫌，对成功3月店长，也佮有总公司主管等等13个人是提起公诉。本案显示，星光3月总公司于高风险工程中未落实法定安全管理责任，管理疏失层层堆叠，造成无可回复之重大危害。虽业者已与部分被害人及家属达成和解，为被告等人过失情节重大，建请法院量处适当之刑，以示陈警。成功3月这场改装的工程呢是无依法的申请，而且嘛无相关雅数就来施工啊，而且佮揪破人的钢线，这是引起5个人死亡的起步意外。检方认为讲这事后呢，业者还阁想要提责任，所以建请法院对被告来判适当的刑期。另外来关心的是，这宜兰外海呢，伫个前几天啊是来发生规模7个大地震，而且佮加上这宜兰雨水是真侪，所以南方澳、南天宫的这山壁呢是有大石头安尼连落来，去隔着一间林家厝。厝主讲，其实这已经毋是第一摆放弃啊，也那苏澳镇的这镇长呢是表示讲，其实去年有来争取这经费要来做工程，也毋过中央煞无核准，即马会阁重新来申请征收。山壁树林发甲正旺，中午吐一大地落来，镜头扭近看树仔甲土石冲破楼具的挡土墙，讲到下骹民家的厝顶。这是屋顶哦，然后就是有挡土墙啊，但是还是崩落。石头位顶悬落来，土山嘛规个拼落来，蹲伫厝顶。但是发生迄当时，差一点啊石头嘛链落民家厝内，场面真惊人。怪手去咧楼尾顶清正一解。石头遮大粒。现场伫宜兰南方澳瓦近南天宫这区位，伫27:0强烈地震了后，搁加当地连续落大雨，山壁的土石规个放落来，厝主无奈，若是风台来，就会面临崩塌的风险。已经大概我看最少6、7次了。每一次来做的时候，把那个清完的时候，他们都想要做那个挡土墙，县政府也去申请，后来都大部分都没有下文。怕是怕，但是我们当初用的时候就是钢筋水泥，就是用比较厚，万一石头掉下来砸了，你还不会破掉。顶个月风雨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当地伫碧江周围都有土石流的困扰，即马山壁换所在崩落来，甚至这届地点阁毋是头一届崩塌，嘛互居民提心吊胆。中央并没有核准我们这一个边坡的这一个工程我们会再重新把它送到这个县府，由县府来送到中央。面对烦恼甲质疑，苏澳镇长李明铁讲，去年就捌争取做山壁的工程，不过中央无同意，这届阁有灾情，嘛会重新申请。因为崩塌的状况若是持续发生，居民大的安全会一直拢无保障。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这政治界又搁传出歹代志啊！来看这表里前3员乡长温志强呢，伊是互人指控，伫个2018年到2021年这当中，伫个做乡长的时阵是牵涉到129件乌西案。今年8月，这表里地方法院是拢总判伊400外冬的刑期。后来2审的时阵呢，温志强伊本人无到，才知影讲已经浪港走去香港啊。
文志强伫咧做三万乡长的时阵呢，是牵涉收人1289万外块的乌西钱。迄当阵呢，这法官是裁定100万予伊交保，毋过无限制出境。检方表示讲，有法公文甲地院主张科技监控，也那这地院呢是强调讲，目前专案是进入2审，即马等咧确认。这外国寄来到台湾的包裹呢，拢会放伫咧物流业者的仓库，等要来配送。也毋过，刑事局所查到，咱国内呢有14间业者，伊是涉嫌甲中国的诈骗集团来斗空，送一寡这诈骗的包裹予受害者，再搁对这当中抽成搁食红。这涉案呢是拢总有18人，全部拢照银行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这是仓库就对了。环境交通是一间长途物流公司所在，查考相关的证据，刑事局对查一夜市广告诈骗案，发现国内14间长途物流公司涉嫌甲中国诈欺集团交结，用代收汇款方式，搁代付诈骗广告费用，金额有2.3亿。巨额的支付与本业不符之广告费用，自111年起至113年间，以代收货款方式。另外，代付赊账广告费用达新台币2.3亿元。警方表示，中国诈欺集团透过减肥集团、地销甲土地等一夜式诈骗广告吸民众5000落单，或者是透过购置外销名单，寄收零包裹予民众，交给长途物流公司收钱了后，一方面付诈骗广告费用，另外一方面用地下汇兑方式汇款予诈团，为中抽 commission， 总共是1840万。被害人还在羁押中，那不法获利是大陆诈团这边请他们支付赊账广告费的趴数比例去换算，这厂商大概获利1840万余元。刑事局在1月17发动搜查，将14间长途物流公司负责人等18人，全部依照涉犯银行法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搁查扣170万现金、小客车、手机合约书等证物。因为民众收到包裹大部分是无好，或者是非法药品。那判刑确定业者后续还佫面对消费者提供诈欺甲营业登记撤销才会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的是，这美国总统 Trump 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双方呢是今年第6届见面来会谈。这 Trump 是讲，若准哈马斯呢唔放弃武装，安尼一定会付出真大的代价。另外一方面，若准这伊朗呢有继续来扩大因的军事，安尼效果嘛会真严重。Does anybody recognize this man? Not too many people. 美国总统 Trump 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就加沙停火甲解决以色列对伊朗甲真主党的烦恼进行会谈。Trump 除了搁再一届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也搁暗示伊会支持以色列伫适当时机对伊朗发动另外一届的攻击。If they don't disarm as they agreed to do, they agreed to it, and then they'll be held to pay for them. They have to disarm within a fairly short period of time. 虽然伫华府做公亲之下，互以色列甲哈马斯、以色列甲伊朗，也有以色列甲黎巴嫩之间达成3项停火协议，也毋过纳坦雅胡对这敌对的势力，伫经过真侪届战争了后，重新整备、重建军力是真警戒的。Iran may be behaving badly. It hasn't been confirmed, but if it's confirmed, look, they know the consequences. Consequences will be very powerful. 以色列希望确保甲叙利亚的边境和平。川普也表示，相信以色列甲叙利亚领导人会当和谐斗阵。伫会谈进前，就甲记者讲啊，虽然以色列也是真侪届下过叙利亚的边境。To make sure that the border area right next to our border is safe. We don't have terrorists. We don't have attacks. 这场会谈强化美伊之间的联名，应对伊朗支持真主党甲哈马斯影响黎巴嫩停火甲叙利亚的稳定。川普的警告显示效果的严重性。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这俄乌和谈又搁出现新的变数啊！来看这罗西亚呢，是讲乌克兰因派出91架的无人机去空袭总统普廷的官舍。虽然讲是无人伤亡，也毋过呢，罗西亚认为讲这就是恐怖攻击，而且佮讲要来修改因谈判的立场。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伊是否认批评讲这拢是乌白乱讲的。罗西亚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发表声明，指控基辅伫咧半暝发动大规模无人机的攻击，针对罗西亚总统普廷伫咧密苏科甲圣彼得堡之间的官邸。罗西亚讲，虽然91台拢去轰炸落来，但是这代志发生伫咧美国甲罗西亚吹桥和平协议的时间，安尼做真恶质。
罗西亚强调，军方已经锁定报复的目标，警告这直接影响到因伫谈判顶悬的态度。При этом мы не намерены выходить из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с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Вместе с тем, учитывая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е перерождение преступного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перешедшего к политик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терроризма, переговорная позиция России будет пересмотрена. 当咧海俄中原见外宾的美国总统川普，伊对这件代志嘛有做出回应。伊讲，伊伫咧29早起甲普廷讲电话的时阵，普廷讲因兜启用攻击，这川普是介袂爽。伊强调，任何针对领导人官邸攻击，拢是无应该的行为。不过，伊的态度嘛有留保留，讲美国会进一步查证代志的真相。I heard about it this morning. You know who told me about it? President Putin told me about it. Early in the morning, he said he was attacked. It's no good. It's no good. Don't forget, you know, the Tomahawks. I stopped the Tomahawks. I didn't want that. Because we're talking about, you know, it's a delicate period of time. 面对指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讲这拢毋是因做，强调乌克兰无发动攻击，嘛讲这是罗西亚搁咧讲白贼话。Чергова брехня Російської Федерації. Зрозуміло, що вчора у нас була зустріч з Трампом. І зрозуміло, що для русських, якщо у нас з Америкою немає скандалу, а ми маємо прогрес, для них це провал. 泽连斯基分析，即马有川普咧斗相共吹桥，俄乌谈判才有进展。罗西亚想要破坏进度，才会挑伊个制造假新闻，替刷落来攻击找借口。伊呼吁国际甲基辅的市民爱提悬警觉，注意罗西亚的报复行动。公司新闻郑威林编译。年底来回顾这2025年的大代志，今年3月呢缅甸大地震，11月这香港复活湾大火烧，拢引起国际的关注。极端气候是造成真济天灾，这火烧山做大水，寒的伤寒，热的也伤热，是造成真严重的死伤。这也是咱全球需要关心甲思考的议题。经小兵性命拍火，11月2日，香港大埔复活湾社区大楼着火烧，上无161个人死亡，会使讲是香港活80年来上严重的火灾。这牵涉真济人为疏失，亲像火警警铃未弹、应急防护网未动火等等，建筑消防法规和都市安全等等的问题，也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I will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committee to conduct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review to reform the building work system and prevent similar tragedies from occurring in the future. 2025年也有未少天灾，缅甸第3月大地震5000多人死亡。1月美国加州洛杉矶发生大规模野火，所开18万的居民，因为气候干燥佮透火烧防火是真恶拍花。1个月后，灾区佮改上大水、雨涨大水，极端气候嘛发生伫咧东南亚。12月初，热带气旋索亚造成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斯里兰卡涨大水水崩山，上无1600多人死亡，灾民超过1100万人。这是泰国10年来淹甲上严重的一届。斯里兰卡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印尼有环保团体认为是政府对自然生态管理无好势才会这严重。Bencana ini murni bukan hanya karena faktor alam. Memang karena bukan faktor alam, tapi karena bencana ekologis, salah tata kelolanya pengelolaan sumber daya alam oleh pemerintah. Wali Sumatera Barat telah melakukan perhitungan di Provinsi Sumatera Barat terkait dengan hutan yang hilang. Di rentang tahun 2001 sampai tahun 2024, ternyata hutan kita hilang seluas 320.000 hektar hutan basah. 另外，日本也有嫌攻击人的情形。自4月至11月的死伤统计，有220人受到攻击，13人过身。日本捕杀嫌的数量要上万只，这嘛超過歷史的記錄。食べ物を探して里に降りてきたら、ちょうど境目のところに柿の木とか栗の木もいっぱいある、農作物もいっぱいあるということをもう覚えてしまった熊がまた降りてきて、でそこでいっぱい美味しいししっかり食べて、ところが人間が全然あんまり怖くないと。反撃してこないというのは分かるんで、ますますこうやってきて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よね。有专家分析，可能是日本农村人口减少，森林和人类活动的界线变含糊，加上山林恶吹者限制到人类开发的空间活动。不过，无论是生态平衡、气候治理，还是都市规划，拢牵涉社会的人性建设和百姓的安危，这嘛是未来全球的议题。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
伫巴拿马运河入口附近呢，有一座纪念中国贡献的纪念碑。伫12月27日暗时，互当地政府甲拆掉啊！这中国是真受气。有报道是指出讲，这就是受到美国的压力，卖互中国伫运河有上大的影响力。原定5月10日，中国小湾公门已经无存在，2个雕像嘛，互搬去停车场。这伫巴拿马运河入口附近，纪念中国对这条下海水路贡献的公园甲纪念碑，已经叫地方政府拆掉。This is a special place, not only for the Chinese community, but for everyone, because it recognizes the contributions that other cultures of the world had here. 拆除的行动甲时机点真敏感，互认为是巴拿马回应华府施压象征性的行动。The demolition of the site, which overlooks the Panama Canal, comes a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ys Beijing has too much influence over the waterway. 下令拆除的是巴拿马的市长阿莱罕，而且讲公园甲纪念碑因为结构受损有安全的风险，无要回应任何政治压力的问题，嘛绝对无要冒犯，或者是否认华人社群的文化遗产。甲阿莱罕立场无同款的巴拿马总理莫里诺讲，这种野蛮的行为无任何正当的理由，是无法度原谅非理性的行为。中方注意到该行径已在巴引起了公愤，穆里诺总统已公开谴责这一行径。巴拿马总统府已下令立即在原址重修纪念碑。中方要求巴方彻查此事，尽快纠正有关地方政府的错误行径。这条80公里长的巴拿马运河主要的使用者是美国甲中国，每一年全球差不多有5%的海运贸易经过这条运河。这条水路1914年至1999年由美国控制，了后移转予巴拿马。川普要求美国船若使用，爱提供优惠。负责管理这条运河两边港口的单位，也就是香港长江河记事业下底河记港口。目前，因已经同意改卖予美国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公司新闻黄文良编译。好，来看中国这届军演呢，是影响到咱国内航班。民航局是预计讲，对今仔日早起8点一直到暗时6点，这当中呢，有真侪条航路拢受到阻碍，包括着国际线857架次，也有国内线这金门是来取消68架次，马祖是16架次。有旅客是去到机场才发现讲这停飞啊，所以行程规个拢乱去。拜日透早到上山机场所等无原本要飞的班机确定停飞，不少旅客亲像有钱时间款，拖行李行入航厦，才发现航班早就全部取消。甲林领后尾班仔等候补，遭看上新的广告受中共军演影响，空调使用受限，国内离岛航线上受影响。那可能到北投去洗个温泉嘛，这样嘛哈，不然那时间太长了。签证特别高级的中国游客是进退两难，影响在航班停飞，心情是真无奈。来回的飞机票很早买的，哪里见识到到这个问题的啊？遇到这种问题，我们移民署那边去处理这个问题。中国临时发布飞航公告，拜日早起8点到暗时6点，伫台北飞航情报区划设7个临时危险区，限制宽度为地表到无限悬。真侪条航路系统有个国际线857架，超过10万的旅客受影响。国内线取消金门68架，马祖16架，差不多6000人行程受阻。金门有旅客无法度回台湾。老实讲，他们也不敢打，是说我们的行程可能会乱掉。下班多少人要这样评估才有啊，对不对？你不然傻人家好几百个人来，结果卖油了，加班，对不对？啊，那有什么用啊？候补有什么用？包含旅行。花信马祖航线拜日全部取消，金门航线是伫暗时6点之前取消，或者是延后。民航局表示，对国际航班离口场甲过境会使用航管引导方式避开危险区，或者是发布替代航路来运行。航管单位也看演习实际状况，启动流量管制。记者综合报道。对着即届中国的军演，咱陆军北军团拥护战车呢也来移防演练。毋过，煞伫高雄乌来冲管线呢，有一台战车是雄雄安尼唱白烟。军方表示讲，哪像就是演练故障去，即马已经拖转去检查来调查原因。民
众你一句我一句讲袂煞，因为到我到的时阵，高雄乌来第一线车有国军的 CM11拥护战车车队经过，其中一台战车煞沿路庆白烟，道港的白烟甲四线道的第一线闸甲看无路，后壁人甲车拢赶紧闪出来路边。附近民众讲，乡乡规条路全烟，大家拢总出来看，一看才知影是战车在庆烟。拿两支那个喷那个火的那个灭火器啊，没有火了，有烟而已。伫个冒烟的是差不多10几分，伊就甲拖伊伫个路边啊，尾啊个拖伊伫个内面啊。因为惊战车顶伫咧路中会影响交通，军方赶紧派出 M88A1 战车，先甲这台拥护战车拖去边仔的食品厂暂去做检查。军方表示，这台战车是陆军北军团的，因应中国军演，早起预防经过这雄雄庆演，并个赶紧动点拍过，无人员受伤。若战车故障的原因，需要个进行详细检查。本属564旅一辆 CM11 战车，疑似因引擎故障产生白烟。目前已由保修小组进行检测及状况排除。因为中国早起又个雄雄宣布要伫咱台湾4颗连等的海域做军演，国军也随启动应变。除了高雄出现战车车队以外，屏东的快速道路桥卡也有各种的陆军车队伫遮集合，准备预防做战术演练。透过战力的展现，除了安定民心以外，也为各种的情势来做好准备。记者柯宾在柯家族库超勇综合报道。第三方的支付平台 Hero Pay 呢，是互人查到涉嫌替这境外的跋筊集团来洗钱，而且对这当中抽空想，这4档外的时间已经洗超过259亿，那业者也赚到5亿外的侥幸钱，检方已经抓到35个人。提供警力，直接攻击要犯罪疑点。涉嫌的不法公司创伫台北市内湖上班，现场查扣真侪钱、大量文件，为员工到负责人掠35人。机手轮班24小时处理入金出金的问题，在清查这些人头账户的金流，也会发现有各国诈骗被害人的那个受骗的赃款。被羁押细路的主嫌甲细项财务表面上是做餐饮伫台北有名声，说是暗中做歹代。经过警方调查，2人涉嫌合作开发第三方支付平台 Hero Pay， 替日本、中国、印度等国的破获集团洗钱，为中抽取相关8%手续费。为民国110年开始，4年外洗钱金额超过259亿，因也获得5亿外。获利的来源是这个钱。到最后结算获利的时候，会以泰达币的方式交到币商那里，然后他们再跟他换新台币。不法集团设立第三方支付，虽目前已经被废止，按过当初无经过合法申请登录，那以这2年来仍顺利运作的。代理收付的工具是银行账户，它好像是拿到虚拟账号，因为银行的虚拟账号它不会有限制说一定是第三方支付才可以拿，我们只要有收到检举，都会去办他们是不是真的有提供第三方支付。勘涉非法洗錢，嫌犯的奔馳連鎖私家車也予警方扣押，其中各附一台7達千元的保時捷，先予行政執行署拍賣，30用865萬賣出。記者綜合報道。两面特别跨年啊，气象署是提醒民众讲，元旦即天呢，这强烈大陆冷气团会落南，到初四拢会较冷。另外呢，嘛有个这每年1月到3月平均的温度呢，是伫正常小可偏悬的这范围以内，也若雨水的部分是正常偏少。拜二透早受东北季风影响，有明显感受到温度降低。过来拜三暗就是跨年啊。气象署指出，因为32和元旦2天的云较低，所以提醒有要去看跨年烟火和元旦日出的民众，有可能会因为云的关系，会小看袂清楚。元旦这一天，就会有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南下，紧接着2号到4号都是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哦。3号的清晨是最低的，可能会有接近10度左右的低温哦。另外在中部地区也有可能会有类似接近10度左右的低温。那在南部以及花东的话，大概也有12到14度左右的低温。气象署也有讲，每年第一季的天气，平均的温度会伫正常甲小可高温之间。那雨水的部分是正常偏少。针对地动，气象署也指出，今年地动规模6以上的地动有6个，规模上大的是这个月27，伫基隆外海的地动。
过来第二大的是年初1月2日发生伫嘉义大埔，和6月11日伫花莲近海的地动。菲律宾海管从东南这边碰撞上来，在这边开始碰撞，所以这一边的一个地震的一个深度，它大概都是比较浅的一个地震，然后在花莲这边开始隐没下去，从浅一直到深。好，所以我们12月27发生的地震，它的深度就大概70几公里，大概在这个位置。那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台湾的嘉南地区也有一群地震在发生。那这个地区的主要是大埔地震所造成的。气象署嘛，搁再提醒民众，地震发生的时，头一步一定要先保护家己的安全，接落来才是逃生。记者陈心彤、曾俊佑台北报道。受到这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咱国内呢有一寡关山拢开始落雪，也那这台南的梅岭呢有一寡梅花也已经开啊，真侪人是提早去看花。所落来这1月呢，也阁有真侪波冷空气的落南，预计这梅花要大开，可能就是1月中旬左右。白色的梅花，中央阁有浅黄色的花蕊，看起来是有够水。台南真出名的梅岭风景区，最近因为冷气团的影响，中海拔的梅花提早开花，虽望要无全部拢开，不过有真侪民众已经去里山顶来看梅花。抢先来看不用人挤了，就已经有稍微，因为算应该接近1层楼了。梅花会提早开，主要原因是因为最近这10天梅岭拢落雨，梅花树水分有饱，而且冷风过境。互头一波的花黄先出现，嘛互梅花豆豆开出来。当地预估上暗的时间是伫咧明年1月中旬。另外，因为天气转凉，佚佗的人潮嘛有足侪相机。去年应该差不多啦，大概元月中旬左右，应该是慢慢会盛开。花期大概可以延续到2月初左右，应该都还有花。从12月中左右，陆陆续续，因为天气有一点转凉，所以人家愿意上山来爬山啊，还是说愿意到梅岭来走走，大概多了3、4成左右。目前梅岭除了梅花煞接开花以外，同款伫咧中海拔的二站坪梅峰古道，红季季的风铃木嘛当咧开，景致有影水。接落来，阁有山樱花、紫牡丹。道观继续开，一直到明年3月。台南市政府卖规划行销活动，还阁有接送车的服务，避免造成塞车。公司新闻温正雄台南报道。来看这个伫咧南投的鸟翠潭人工湖呢，伊是逐工拢会当提供25万吨的饮用水，予南投甲中华的居民。也毋过最近煞传出有业者呢是要伫咧水头来设一个掩埋场，环保团体是真反对，因讲安尼恐惊会去影响到民生用水。守护鸟嘴潭，反对掩埋场，反对掩埋场。环保团体和立委召开记者会，因不满南投县政府无愿意伫咧鸟翠潭人工湖设水源保护区，意思讲有业者要伫咧埔里水头的水源地申请掩埋场。我们认为，就是划保护区可以让养猪、畜牧、污染性工厂。可以去限制，或者是去规范。当初政府设鸟翠潭人工湖，拢总开219亿，供应北中华和南投草屯达力25万吨的饮用水。环团烦恼讲，若是水头设掩埋场，毋但会冲击到埔里的矿泉水、口北笋，也会连带影响到中华的居民。喝不好的自来水50几年，现在听说要喝鸟嘴潭人工湖低美水，其实我们很高兴很支持，但是现在又说源头它根本就没有划自来水的水质水量保护区，那这样我们还不是回到以前？那南投县政府是回应，因无同意设置水源保护区，认为讲若是设落去，恐惊会冲击到南投一半以上的产业发展，这是因无愿意看到的。我们还是反对划设鸟嘴潭上游的一个水源保护区。南投县为了要供应给彰化地区的一个水源，来损害了我们南投县的产业发展和在地乡亲的权益。是毋是有同意业者设置掩埋场？南投县政府是表示，也是爱等待宽评的结果，因才会来照法办理。记者陈阿轩、林秀凯台北报道。
云林的乌山水库呢，伫要起进前是有发现一个大边顶的这个遗址，2008年甲定做是考古的遗址，后来呢是设立这乌山水库人文遗址馆，是来展出238件文物。伫这文物当中呢，有包括全国唯一的牵手跳舞这造型的文物，嘛反映迄当中可能已经出现庆典的文化。 2006年，乌山水库工程环评，伫高溪乡基巴村发现完整保存的大碑顶遗址，包括新石器时代中期苏文红灰文化、和晚期的英波文化。文物包括石器作坊、乌溪火灯跳动等，各全国前唯一的牵手跳舞普乌山水库足3件。 这个跳舞的就是人群这个部分呢，在展现的就是当时的这个就是生活在这边的这些就是人类他们呢这个部落里面也有一些就是群聚休闲娱乐那个生活方式跟我们现在其实非常相近的。 成功大学考古研究所的教授刘业昌表示讲，这文物大约是史前4000年到2500年，嘛发现出土的这玉器，经过调查原料是对台湾东部的山地来的，所伫云林出土，显示史前人群已经有长距离交换和流通互动的能力。有许多不是一件而已，是好多从东部来的台湾散玉做的装饰品和工具，那。 就让我们觉得很奇怪了，他怎么样能够翻山越岭到我们云林来？走海路呢，还是走陆路？ 文管处表示讲，高溪大碑顶的遗址是呈现人类发展自乐的情形。第2008年，经过云林县政府的审议，指定做县定遗址，而且开1亿，伫乌山水库边仔打造人文遗址馆。即卖会展出238件大碑顶遗址的文物，希望民众透过展览，更加了解云林史前文化的历史价值。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标立的亚太创意技术学院呢，已经停办超过6档的时间啊，目前也来进入清算的程序。也毋过，全体公益董事甲监察人呢，是批评这教育部放烂硬要来卖这后产，全体总时来表达因的抗议。一个签名亚太创意技术学院公益董事兼监察人全体总时抗议教育部长期无作为，延前退场甲后产充公的进度。 董事长律师林永祥讲，教育部无发函予公立学校，今年开始才换法人主动函询18机关甲51间的国立大学。清华大学离我们不远，曾经2度来看我们的学校。那本来有意愿，但是据我们了解，教育部去问清大说：“你有钱吗？”大概是背给他。据我们所知是这样，所以清大后来就打消这个念头，去用别的地方。公益董事会讲，到113年6月，学校的债务7600多万，后产是24亿，但是教育部敢若允准公开标售，等于是咧阻挡后产充公。那互董事会爱担后产归公不利的罪名，嘛质疑讲，敢是咧躲理财团？如果等到拍到10亿以下的时候，你有这些钱，你会不会出手？有可能啊，我就出手啦，挂羊头卖狗肉啊，我开始挂着学校招牌，可以开始做一些营收的事情，好好赚哦，只要花7000万就把债务解决掉了。如果亚太校产最终会贱价出售的话，这就是会成为台湾私校退场制度的一个破口，是一个最差的一个范例。教育部回应。亚太法人目前负债超过8000万，嘛无资金通清算延前3档一直累积的债务。若教育部真侪摆媒合中央甲地方，拢无政府机关愿意接手，才会透过公开标售，无道理任何人。董事会是呼吁行政院揣做公正，等退出了后出来监督教育部，整合相关单位，互代志通顺利结束。公司新闻林小辉、沈志明报道。这感情已经连续43档拢排伫全台湾10大死因的头名。卫福部是来公布登记报告，112年拢总是有138000多人去着癌，这人数呢是比前一档还阁加7000多人。定位是讲每3分48秒这时间以内呢，都有一个人去着，这肺癌是上界侪，也若大肠癌甲黏癌嘛袂少。癌症已经连续43档，吃出个人10大死因的头1名。每档夺走5万多人的性命。卫福部国民健康署公布上新的癌症登记报告
130年总共增加13万8千外人，比前一档增加7000外的比例。其中肺癌已经连续3档是新发生癌症人数的第一名，有19000外人。过来是大肠癌、女性腺癌、肝癌以及男性粒核酸癌等，前5大癌症发生的人数排名，甲前一档同款。这2年我们推出了就是肺癌 low dose CT 的一个筛检，其实也会把一些潜在的一个个案诊断出来。致癌人数增加的速度等于每3分48秒就有1个人致癌，致癌的时间比前一档佫较紧14秒。像大肠癌其实是我们排名第2名的癌症，可是大肠癌就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没有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其实就有一个大肠癌风险比较高的因素。国民健康署呼吁民众除了健康的饮食，保持规律运动，嘛爱定期体检，因为癌症初期大部分无明显的症状，无容易发现。目前除了扩大补助喙腔癌、大肠癌、肺癌等5项的癌症体检，明年起佫增加每人终身1届胃癌体检，希望民众透过体检服务，量早发现，降低致死的风险。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为着要来迎接这2026年呢，伫美国纽约的时报广场是来办一场告别2025年一切这后世代这个活动。原来伫英国的伦敦正出名的 Big Ben 呢，是为着要来精准伫咧跨年的迄1秒来响起，所以因的师傅呢是爱连续17点钟拢上班，就是为着要来校正时间。Hello Times Square。大社拍招呼，活动主持人穿正高的外套，开始迎新三国活动。美国纽约的时报广场，当地2八为着迎接2026年新的一年，特别举行一场活动。伫时报广场，联名主席哈里斯带领的伊号节参加民众来告别2025年的无爽快。Tom, I have to know, what are you saying goodbye to and closing the curtain on in 2025? I am closing the curtain on negativity in 2025. I want us to focus on what unites us and not what divides us. 伫主持人引导的哈里斯加写着2025年无爽快回忆的纸甲领掉，并且迄日起准备好的粪扫桶内底，替代表2026年的全新的纸离开舞台。随后参加活动的民众也意思上台，分享无爽快回忆了后，亲手甲无欢喜的回忆甲领掉。All right, it is time, April, for you to rip it up, throw it away. 美国民众用个别无欢喜的回忆来迎接新年。英国伦敦的大公众也伫做跨年的准备，为着会使互钟声准确伫跨年迄秒，互规个伦敦拢听到3名钟表师必须伫2025年最后一天监控当14栋的大公众，并且随时进行时间的校准。As it gets closer and closer, we do hourly time checks just to make sure that the clock is as close to proper time as we can get it. Last year or the year before, I think we were 0.004 of a second out. And it's only because people have some very, very complicated and expensive monitoring equipment. 调整大公众时间的方式，就是伫钟对顶面增加也是减少旧的动线啊，安尼就使互这个钟变较慢，也是加紧速度。为了校准时间，大公众的钟表师需要连续工作17点钟来进行监控，这也是因一年内底上届无用的一天。公视新闻，陈时东编译。说了下晡尾的天气，甲时间交予 AI 主播唐啊。今仔东北季风小可增强，北部的气温降低。明仔载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甲东北部的天气会较冷。其他的所在透早含暗时嘛会较冷。中南部甲东南部的日夜温差大。
好，真多谢汤仔报气象，以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